灣區無聲殺手乙型肝炎，每12個華裔就有1人感染。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嘅數據，全球大約有2億人患有乙型肝炎，又稱作 B 型肝炎，每年導致約100萬人死亡。呢種疾病亦都被稱之為無聲殺手。史丹福大學外科教授蘇啟森研究肝臟疾病已經超過20年。我哋叫乙肝呢係無聲殺手。點解呢？多數有乙肝啲人呢，佢自己覺得健康嘅，佢冇病徵嘅。到佢有病徵嗰陣時呢，已經係後期嘅肝癌啊，或者肝硬化。根據史丹福大學亞裔肝臟中心嘅數據，全國每日大約有10至15人死於乙型肝炎。亞太裔更係高感染群體，每12個華裔當中就有1名感染者。咁點解會出現呢種情況呢？加州有好多喺海外出生嘅人移民到加州咧，所以加州嗰個即係乙肝嘅病發率都係好高。即係呢個病咧係多數係海外出生，即係已經患有乙肝然後移植嚟美國，影響嗰啲人嘅。蘇教授成立亞裔肝臟中心已經有23年，佢係世界衛生組織嘅肝臟疾病顧問，亦都曾經幫助過好多亞洲國家推廣乙型肝炎嘅教育同埋治療。蘇教授認為，其實所有乙型肝炎導致嘅死亡都可以避免。美國疾病控制中心嘅估計咧，差唔多60% 嗰啲人都唔知道自己受到感染，所以就變咗每年咧，即係仲有好多人死於乙肝引致嘅肝癌同埋肝硬化咯。所以死得好無辜，但係完全可以即係避免嘅。如果佢知道自己有乙肝，即係做定期檢查同埋食藥，即係如果需要食藥就要食藥，咁就唔會死噶嘛。加州係全國乙型肝炎患者最多嘅州，三藩市灣區大約就有10萬名患者，當中90%嘅病人都係亞太裔。不過好消息係，隨住疫苗嘅普及，從2006年至2016年呢10年間，乙型肝炎嘅感染率已經下降咗約62%，但係仍然唔可以忽視呢種疾病。呢20年來咧，好多細佬哥已經打咗乙肝疫苗咧，所以細佬哥嗰個病發率係好低嘅。而家係主要咧係成年人20幾歲以上咧，即係有好多出世嗰陣時冇打過疫苗嘅，咁啊所以變咗係乙肝帶菌者。另一方面，由於加州係亞洲國家移民人口最多嘅州份，但係進入美國嘅時候唔需要做乙肝檢測，所以政府鼓勵市民要去做乙肝檢查。乙肝嘅檢查你唔使每年做嘅，做1次先得。點解呢？如果你檢查到你冇抗體呢，你可以打疫苗，咁可以終身即係保護你唔會受感染。如果你已經係中咗招啦，有慢性乙肝感染啦，咁咧你就一定要做定期檢查。定期檢查好簡單嘅，1年最多驗2次血，就每年要做1次超聲波肝炎，即係肝部檢查，睇下有冇變成肝癌。其實加州政府從2017年開始已經將乙型肝炎檢查列入咗體檢嘅項目，有健保嘅市民都可以隨時免費檢查。而5月亦都係全國肝炎宣傳月，全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就呼籲市民喺呢個月安排1次肝臟疾病檢查。最後，如果想了解多啲關於乙型肝炎嘅知識，可以登錄以下網站。天下衛視記者呂健錦報道。